曼谷四季酒店嘅秘密花園、普吉島嘅開放式海景，同埋夏威夷嘅天然肌理，我哋將世界嘅頂車度假靈感都濃縮喺呢一度。呢度嘅故事始於珠海嘅潮籍，我哋想打造嘅唔單止係一個空間，更加係一個頂級嘅度假體驗，一座感官嘅聖殿。入口係空間嘅序章，而呢度嘅靈感咧就嚟自於普吉島安縵嘅儀式感。通過紋理嘅線條模擬咗海平面嘅天花設計，專定咗呢個宏偉嘅基調。海浪嘅雕塑嘅每一道嘅弧線都捕捉咗珠海嘅海洋基因。我哋亦都將嶺南當地嘅非遺文化引入咗空間意境當中，好似北山貝雕啦、三造竹編啦，同埋日本嘅花道哲學都可以喺度交融。業主喺度睇到嘅唔單止係房子嘅建築，更加係文化體驗同埋藝術嘅感知。邁阿密海岸嘅落日酒吧啟發咗呢一度，每一處嘅細節都係奢華嘅升級標準。嵌入式腳燈喺地板上投射咗琥珀色嘅光，就連嘅杯都係精選咗全球5大酒店品牌。喺呢一度，業主嘅每一場社交都係味覺同埋視覺嘅頂車儀式。童趣天地入邊嘅嵌入式樂高台，模擬咗雨林樹江嘅天然肌理，等孩子可以喺度自由咁創造。同巴厘島烏布莊園嘅親子哲學自然即課堂係一脈相承。室外嘅熱帶雨林激發心繫嘅觸覺探索，令童聲童趣歡笑成為業主家庭度假生活嘅伴奏。京都四季嘅茶室令我哋思考咗寧靜嘅力量，書吧嘅光線亦都複刻咗夏威夷科納海岸嘅熔金色母光，匯集全球頂藏嘅正版書籍，從咖啡洽談到呢個社交沙龍嘅多元化嘅場景，呢度就係為業主定製嘅精神秘境。經歷咗無數嘅日夜，超過50版嘅設計方案，龍湖天南觀南會所精裝設計，斬獲咗有地產界奧斯卡之稱嘅美國泰坦獎最高榮譽白金獎，致敬每一個極致而編輯嘅晝夜。龍湖天南觀南會所超越咗時代嘅美學品味，不負盛名，亦都係對住喺呢度嘅龍湖業主佢所體驗嘅度假式生活方式嘅尊重、認可同埋追求。